刷来拄着啥物？大家知？那会记吗？2019、2020。新冠啊。2021年刷的是拄着咱的迄个疫情啊。嘿，所以迄阵吼，拄啊停2档，啊拄啊好迄2档吼，学校拄啊离村嘛，好好啊照顾囡仔，啊来囡仔较大了后，学校拄啊会当刷个甲即个班程完成，所以学校感觉讲，其实吼，咱若有即个意愿吼，来踏入即个4年教育讲员班，那有即个院，先否拢会推我们一把，会去安排咱后壁的路，嘿，就算咱有时阵吼压偏去。咱透过来活动学习得力来参加教育班，其实先锋啊、得力啊，拢会伫关键时刻甲咱溜转来，继续行这条正确的路啊，安尼对啊。小小分享，啊，若有讲无好的所在，那后有神会表达就函数各位真系啊，就好支持。以上，好，谢谢。